方面要来看到台北市市长郭文德去澳洲访问，特别结束啊！即马人伫咧芬兰，针对到郝龙斌宣布要参选国民党党主席，也阁有敢会当代表国民党安尼就会当革新来改革。另外，阁有伊的新爸蔡壁如立委也未正式上任，引起到一寡批评。郭文德安怎回应？做回来听看卖。其实我们这次来有个目的，我们除了去布拉格因为要签姐妹市嘛，这个算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台湾在国际外交上处处吃瘪的，总算有个地方，这个莫名其妙赢回一城哦。除了布拉格以外，其实我们去波罗的海三小国，还去芬兰。我们在看这些国家呢，如果在这种强敌，一个很强大的邻居旁边，怎么去维持它的自主性？我倒觉得可以给我们台湾一些启发。我们要想想看哦，这波罗的海三小国，你知道怎么去维持它的自主性、独立性。这样怎么看？国民党说要改革，要60岁以上的人退出中常委，给年轻人机会。哇，我跟你讲哦，在美国美国没有65岁退休这件事情，对不对？他说那个叫 age discrimination， 也就是说，其实重点不是年纪的，重点是你的思维嘛。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也不是说什么60岁退出，如果他是20-30岁，可是那个叫什么年轻的心、年轻的身体装了一个陈旧的心灵，还不是一样？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用年龄来分什么，这是很奇怪。这个 I cannot understand。郝龙斌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上，认为这样有办法改革国民党吗？他们国民党自己内部真的去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我是主张重复过去失败的经验不太容易成功，应该能不能有一个创新的说法？所以老实讲，2008年如果民进党不是换蔡英文我倒不觉得说民进党那么快可以再复兴起来。这个台湾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国家，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都很难讲只能事后才知道。我们都只能当事后诸葛。现在叫我预测台湾的未来，我实在是觉得很困难。韩国瑜经过1年的消长，争大位的希望没了吗？这一样我倒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说。台湾现在真的进入那个极端政治我们在气候上叫极端气候，甚至叫极端政治，板块移动实在太快，所以有时候你这样你看你回到1年前去看，1年前的这个时候，跟现在所以我倒觉得这样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去预测4年以后的事？所以我倒觉得还是一样认真做好今天的事以后的事。给上天决定就好了。但游盈荣认为，若蔡总统接民进党主席，恐怕会开始走下坡。他说，如果接党主席会掉，难道不接党主席就不会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家都还没做，就在唱衰人家，这实在很奇怪。我倒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台湾永远都是一个充满惊奇的一个国家里的，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你看过。韩国也在看过蔡英文的在过去1年的这种民调增长，我倒觉得是这样认真做就好了。有很多东西现在不好，也没有保证以后好现在不好，也没有保证以后就会一定不好，所以认真做就好了。我觉得这种预测都没有必要。党主席要如何处理党内的问题？蔡壁如现在成为党内外箭靶，要他退居第2线。第一点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像那一种说。没有问题的政党，那才是奇怪。其实政党政治就众人之事，你知道更何况是集众人之事成一个政党，说一定吵吵闹闹有意见，这反而是正常的。那些说没有，一定是完全都盖住了。所以我们倒是公开透明嘛，有问题就讨论。其实蔡壁如现在又没有兼总召，也没有兼副总召，也没有兼党团主任，那也没有什么第1线、第2线的问题就是我倒觉得这样这种题目都。无聊不要理他就好了。